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我係阿明哥，對後面分享數看福起來。喺人生最重要嘅時節啊，我哋如果用儀式來轉變我哋身份，譬如講我哋供出來嘅時節啦，我哋結婚嘅時節啦，我哋過生嘅時節，如果有一啲相當嘅儀式來轉變我哋這個身份，但是其實喺儀式無論我哋禮儀唔係一定一都可以變成嘅，而我一定期待的人喺一段時間，讓我約天熟識。可是，但是我哋地講，一到禮俗地方，我哋從來冇發現過，地方有幾多幾複雜嘅東西，但是我哋從來唔知講有乜嘅意思。你見咩有唱到係引用，而作為一啲六對客家婚姻儀式的一種轉變，我哋馬上來發現而來講嚟聽到，同埋能夠而家嘅研究內容係乜嘅，我哋馬上發現我哋引用嚟聽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重視嘅陳引用。引用問吼，你這個當初那麼對呀個主題安有信心啊？係因為你在偷家嘅，還是講你做模擬，你開始做下研究咯？唔係啊，當時我想講，假如因為佢係通碩士班嘅時間吼，想要寫一個論文嘅，但是想來想去吼，又唔知要寫乜嘅啊，我就想講，咁我唔當寫咧同我一家嘅族群吼客家有相關嘅，所以我。拄好呢，19年前我有參加過我哋嘅親戚啦，佢結婚之前有一個萬神嘅儀式啦，所以呢，我就想講，那今日來寫一個萬神嘅東西啊，結果冇想到萬神嘅東西喺寫嘅時間呢，想講，呢度一寫比太寫比多，後面都變咗講一個婚姻禮俗嘅安尼。可是變成講，你這個一開始都希望講，第一個可能你讀碩士班嘅時間吼，你有個主題嘛，然後以前對於萬神一件事情有參加過嘛，感覺到一個神奇，嗰時候都開始做下東西，可是慢慢地發現講，會不會可能有一啲幾有意思嘅一啲主題提嘅，唔單止萬神，吼啊，其實佢我哋客家婚姻裏邊其實話有幾多幾複雜嘅一啲過程裏邊，但是問題係其實對於啲年輕人來講，亦所以啲幾古老嘅主題呢，嘛係講。其實對客家來講嘅話，這個其實嘛係都幾年輕嘅一點人啊。我對第一個人客家話講話後，我對客家文化我有信心。可能從細我都成發啊，睇佢哋佢人講客家風氣吼，佢盤咧有個客種從事啊，六對地波嘅從事啊。因為我從細嘅時間呢，唔咩爸爸媽媽佢哋工作幾磨閒，所以呢，佢哋都同我土本嘅我阿婆我阿公嘅土。我阿婆我阿公佢喺帶孫嘅時間，一天用客話來講嘛，所以我到上幼稚園之前，我講嘅語言仲可以會客話。結果可能因為安尼啦，所以變咗講啊，漸漸嘅我對下嘅客家嘅東西就佢熟落啊，就咁樣講啊，日常生活中都會有安尼嘅東西。但是中間都因為特殊嘅關係就冇接觸到，一出到一個研究所嘅時候，想要寫一篇論文呢，然後想到講，某一天呢，我可以就一個萬神嘅主題去來提寫，或者安尼讓同客家文化呢，再同時接軌接通來安尼。那你非常古人會發現到當初做一個論文嘅主題其實佢太淡喎。其實有一段時間根本冇同我哋呢客家文化有接觸到，嗰時你睇下前面主題，當初你要欣賞看人主題嘅時候，我看到講。你係戇淡還是真是對啊有興趣咯？講到你都記聽下主題，你當初做下主題嘅時候，後來研究下去又發現到講，當初嗰種做主題嗰種貼太咯。當初喺寫嘅時候其實冇想很多，先生看到我要寫嘅，佢講佢咪講好啊，反正你當然講好啊，因為而家當到是嗰少年做，係嗰少年做，佢咪好啊，所以唔講唔可以同大家去。嘅主題唔可以去相碰到啊，當時後面我哋寫嘅時候，發現講，也係資料係熟悉嗬，唔係去好，因為一般大家喺寫中文嘅東西嘅時候，大部分都會以情書來看角度嗬，從啲書地部去尋資料，但是我哋唔係，我哋東西愛啲人咧嘅我老人家老上人嘅咧，最後去講出佢哋曾經有帶做過媒人啦，還有行過啊呢分享嘅禮嘅嗰種經驗，咧書本上記嘅東西個冇按神奇啊，我用老人家嘅口述個好。我哋做嘅文獻地方又真係都有講太有個婚禮係樣嘅情形啦，但是嘛係講文史嘅部分，但是入邊嘅論文地方其實講我哋會從來講編輯，因為我哋都
很多时候会进步，可能有的东西会跌，有的东西会开始转变啊。可是一边部分其实对我们经纪人来讲的话，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係討論到講伊個變化的地方。可是我想問講，其實同萬世迄本阿公阿婆脫胎嘛，吼。咁萬世脫胎的時節，冇唔錯本阿公阿婆脫胎，你真是你阿公阿婆能夠會講客話，你以前會講客話嘛？但是唔係咧，但是唔看，我今日感覺到講。你這個其實講客話講幾爭議，我嘛對啊主題幾有興趣。你喺讀書嘅時節有接觸到客家文化？讀書嘅時節有接觸上過客家課，但是這個客家課嘅時節，佢上嘅東西係個接近講以前嘅客家歷史嘅東西，同埋咧個有相關嘅嗬，個少啦，個成發化個少安尼。因為你差唔多讀書嘅時節應該差唔多有。譬如講啊，等到客家嘅某個課語學校已經有安尼基本出去嘅啦。吼，你嗰時節萬世讀書嗰時，有某個客家話嘅演講啦，無論朗讀安尼發通冇？有，我記得啊，國小4年生嘅時節，喺第幾一個學校嘅地方有辦一個鄉土語言嘅課程，哦，啊，嗰時節有分河洛話同客家話，啊，個當然我就選了一個客家話。結果選入去以後呢，我喺上課嘅時節是冇乜個問題啦。但是到後面學校想講，我有啲成果出來，都會辦一個朗讀同演講。先生啊就問講啊，甲班方有乜人愛去咩？結果冇人先行二班呢，又冇人會講客話，所以先生就只好講咁冇安尼，陳彥勇就唔去，因為除了冇其他人可以代表出去嘅嘛，所以我就安尼算。誤打誤撞就按你本身上係去比一個客語演講的啦。好，其實觀眾朋友對應用到人家講法嘅口傳，即係話可能就其實個講法啦。其實我頭喺開始嘅時間，我哋分享講，其實應用係我哋當初去開發口語嘅時節嘅一個訓練班嘅同學，因為我哋體檢嘅同學，我小妹也講，當初我去參加一個開發嘅一個口語嘅一個工作啊。因為當時我想講吼，一個客話。其實最主要我係想講，同客語有關的法通，我都可以去參加，可以去試看下先。當時想講，加我本身有中文專長嘅，講法嘛還算可以啦。加就來送一下看下先，一客話語口語很用嘅，客話語係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原因係想講，口語也係個兩筆，加我馬上去這年也擺上課來。試看下先，第一講口語很用嘅。今日一擺上課嘅結果，即係有乜感想？嗰擺上課嘅結果，我真是非常嘅欽佩啊！條口語嘅先生，因為根本唔愛口語嘅法，唔愛對一個根本要愛口語嘅兩筆，唔愛先了解，唔愛先看過歌嘅，咁樣當時到口語嘅時節會發唔出來，甚至有先生講幾多唔得口語嘅時節，幾多嘅演講嘅人，佢唔會照個嘅人，一下撥出嚟咧，那個另外嘅東西吼，甲佢口語一下反應唔過來，所以我認為講唔愛成為伊個口語人員，唔愛有親專心嘅精神，還有唔嘅想法吼，一變啊幾夾，個思路一做啊幾夾啊。你上頭都講嘅話，唔即係參加到幾多客家有關嘅活動嘛？因為我哋講唔即係嘛有去我哋嘅講法。講客廣播電台一個訓練吧，佢算一個培訓吧。係佢當初我想去參加一個活動。一開始我係想講，既然我對一個我點樣講啊，傳播嘅兩筆有興趣，拄好又看到，又看到一個又快，我就想講，咁我就來試看下先，因為我其實以前啲太學嘅時候，我都幾想讀傳播嘅東西。嗰時喺論這個太學嘅時候，填到乜嘅呢啊？中文呢？嗰時應該係有相關的工作。係有，我也係個高中嘅國文先生。高中嘅國文先生。係。嗰時你這個行喺高中嘅國文先生，這個去看人家聲音咧，就講以前啦嚇，以前開始演講去朗讀嘅時間，唔見解我看人學生嘅，我想到就當初這個以前係咪係學生嘅時間嚟用啊？有啊。我哋看見人睇練習嘅時間，其實就像。非常我哋以前自己嘅練習嘅時間咁用嘅，但是你冇提講有啲幾多嘢，其實我心裡面的想法東西，比如我用喺啲先生，讀到時間，即個心裡面可能啲想法，你講做乜痛愛呢個事情。
安尼其实是有两种啦，一种迄个学生咧，佢本身就对遐演讲佢有兴趣有意念；另外一种就像安尼，主持人讲诶，佢迄因为咱佢晓得讲，所以本身上帮去参加演讲，啊，甲安尼话，佢可能目前演那个成分都要搁多啊，哎。个就体重的方法能抵咱，这个体重的吼，这个不是高一，这个罗练的过，体育种能有咯。天迄种嘅方，人变来讲啊，人爱鼓励佢，鼓励佢，希望佢讲，天天来，天冲冲来，吼，唔好紧咧，爱同个人演戏，因为演讲其实佢有伊咧3到5分钟嘅时间，但是像今日安尼话，种我讲今日讲一家就好。以前喺练习嘅时候都想讲，我加撇撇啦，吼，现在讲啊就结束嘅安尼，但是唔得，因为唔当上去演讲嘅时间，佢嘅体上嘅练唔前量嘅时间，甲无同规个月都停起，安尼都变讲扣分，要讲啊铁断，讲法讲艺术嘛，要铁脚安尼。可是等于讲以前的经验，人家唔在做欣赏的时间，都等于拿出来可以用啊。因为你头个讲到嘛，两种嘛，体种以这个唔是训练以这个对不？听一种，这种人都可能你都当初的拿，俾你帮出去，唔经验，但是俾你帮出去嘛，有俾你帮出去应用训练的方法哈。然后听你讲，伊也要，可能讲演讲的时间都后面可能。贴脚30秒的话，你可能扣一分，啊，其实的话，你可能如果慢慢的把法讲，还多嘅时间，那么伊扣分。但如果以前的经验，睇唔加喺教学嘅时间，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帮助。咁唔即个意味讲，唔即个有一啲客人大人的成分，睇唔后来读书嘅时间有帮助吗？有呢，像我嘅时间，读大学嘅时间，因为大学唔可以受各种无穷嘅课同学分补测，咁我都先到一个。行年嘅课，咁當然我哋受嘢課嘅時間，我同線上嘅互通啦，還有講寫考卷一條方面嘅話，我本身喺行年對客家文化又有失敗了解嘅話，真係都會有嘅幫助。有安尼，人講先備知識啊，係會有幫助嘅。嗰時其實我哋見啊，幾多年後都把我哋嘅聲音嚟播阿婆圖啦，但是阿婆圖可能都講下法，其實你都發現到講。其實播阿婆圖嘅聲音咧，唔單止會講下法對客家文化嘛，有啲幾親切嘅感覺到。其實我哋下一堂我哋體開始嘅時間，我哋同大家人分享講，我哋應用要參加過一啲海外客家後生嘅營隊，亦係一定用嘅營隊咯。休息下，等下我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檔節目，我哋啲來賓應用同人講應用嘅本阿公阿婆用客家土態，以後對客家話開始有興趣，還有客家文化開始有興趣。我想問一下吼，其實有啲經驗地方係啲海內外嘅客家後生嘅啲營隊，係用嘅啲營隊咯。哦，一個係去年嘅客委會第1拍呢。佢主要係希望講啊，對客家文化還有客家相關嘅東西有興趣嘅後生人都可以來參加。所以結擺營隊，我去參加以後，我哋底下講啊，唔止咱我哋本地嘅客家後生，還有啲泰國、馬來西亞，還有新加坡，甚至講啊啲美國嘅南加州、比來嘅一個客家後生都會來參加。客家嘅想法都講啊，我對客家有興趣，安尼。咁我有興趣講，將一條參加嘅後生嘅伊，即個係對台灣西去嗰度泰國、拉加拿大嗰度嘅客家人啊，還是講一定本地嘅，譬如阿公阿婆嗰度，係對大陸嗰邊過去嘅客家人啊？今年應該係今年珠江都已經睇嘅。長期啊，聽外國嘅客家人。當初你喺睇到過去，因為我喺每一件事情都講，伊當初你參加一個營隊，係因為對單純對客家有興趣，還是講對台灣嘅客家有興趣？因對客家有興趣。對客家有興趣。咁嗰個基本上營隊裡邊係大部分係講盲嘅東西咯。一個營隊咧，佢主要係希望講啊，帶我哋一條參加營隊嘅後生咧，去了解一個台三線，吼，因為像客種嘅台三線有橫跨客種嘅三個縣市，像新竹啦、苗栗啦安尼，還有講南部嘅6隊，一個營隊都第8到南，
吼，游览车做呢，安尼来，到每个客种的地方呢，要下来来参观，来了解当地一个客家文化，吼，同客家相关的一个事情，等于讲追寻一个客家文化的足迹安尼样。因为好有问题，做往往的问是因为讲，我哋有时就喺外边看到嘅几多客家人，但是伊哋同我哋台湾啦客家人喺风俗上面其实多多少少冇一樣，伊哋先祖可能係對中國嘅世界都已經過去，伊哋帶過去客家文化，其實同我哋更加睇台灣啦客家文化。我因為我哋睇台灣客家文化同我哋冇一樣嘅民族啦、時間嘅關係，變成而家嘅風俗地位已經會有些轉變了。嗰時我睇討論講，都係當然係因為來台灣學客家、台灣嘅客家文化，還是講因為對單純對客家有興趣嘅一啲人對。嗰時談行來講，其實唔單止係講客家嘅本體，聽伊都講伊話有小解台灣嘅客家嘅轉變啊，同人哋講台灣嘅客家人喺度停嚟啊，去向我哋客家人嘅文化一樣嘅東西。因為呢部分我同唔知個研究嘅部分有關係，因為唔知個研究嘅係客家六對客家婚姻嘅一啲變遷嘅故事。當初到一開始嘅時候有講，唔係因為要做完成。係完成嘅理想，我相信其實對幾多位觀眾朋友來講嘅話，伊連完成係乜嘅都唔知嘅，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說解好？乜嘅都完成？一個完成就會講啊，一個細仔呢，具體愛親人嘅前因，叫佢結婚呢，佢要來拜一個祭壇，吼，一個天公壇，來搭車一個神明啦，吼。其實最主要係一家人吼，一家人愛來搭車一個神明講啊，多謝一個神明嘅保護照顧，本我嘅生意呢，吼，我木卡細仔可以用到安泰，吼，都有下長大生意呢，可以去討價嘅安尼。就相同我哋一開始講嘅話，其實我哋人體幾多嘅轉變嘅時節啦，我哋會用無同樣嘅禮俗、無同樣嘅儀式來特別也為身份嘅轉變。比如講，頭先我哋引用講嘅，伊啲生意呢，變成討價以後變成一個生意呢，咁唔一樣嘅，伊同我哋嘅祖祖先先，我哋嘅上天同人講，一生意呢已經唔係以前嘅生意呢，要更加強熱，伊都要討價嘅。嗰時我哋利用伊啲完成我哋伊啲天公壇嘅方式，除非感謝我哋天公以外，其實嘛感謝我哋即個祖先講，一生意呢本能照顧一下伊哋睇人嘅強熱都討價嘅。我相信對幾多觀眾朋友，可能以前有看過講，伊啲像伊啲太和平地位，安布亞知識嘅時節，如果搭佢啲3層嘅嗰種天公壇，然後安布亞充滿一個啱嘅時節，你都發現講，佢特別講，然後因為佢早期嘅時節，譬如我哋客家八言啦，其實都特別，你都發現講，佢睇一啲幾千嘅時節，能看到一啲天公壇有燈火，然後有人哋創人都提供一家人強熱做好事嘅。咁除咗以外呢，你後來就發現做田野調查嘅時節，你咪發現某個東西喺我哋客人同好多人唔同樣嘅。哦，像講啊，我哋客人佢睇親人嘅前因嘅，佢會去敬愛主，好，如敬一個媽媽一片嘅祖先，因為我哋滿多種人滿多嘅講法去講啊，敬愛主去講，因為我哋漢人嘅一個社會係算婦女社會，但是我哋唔冇記唔得，哦。有我哋媽媽，有我哋咧我阿婆，我阿太，那麼有我哋一個聲音咧，所以敬愛主係有一種慎終追遠嘅一個精神體，也都同我好多人講冇共樣嘅。咁從敬愛主嘅方乜嘢時間已經啊？嘅討錢嘅前因，討錢嘅前因，咁從等於講我哋先敬愛主，古來嘅時間能來完成敬天公同埋。係，咱不頭敬天公。咁敬愛主要帶乜東西啊？敬愛主都基本咧，要講豬肉啦，哦啊下身體啦，金香之果啦條。好，因為也係個最重要嘅風俗，都講我哋以前嘅風俗地方都已經包含到講，今日一啲生意嚟討價，唔單止要幫我哋自家嘅祖先地，同時嘛幫媽媽、我阿婆嗰邊嘅祖先地，因為我哋生意係兩家庭係向下學行來嘅。嗰種其實有啲風俗地方唔單止係一種風俗，其實伊講嘅都係一種人情世故嘅一種牽連。今日我哋一定討價一件事情，唔單止係自家都可以過條。係嘛？希望講同我哋嘅愛家，後尾講也冇愛家本我哋都冇，都講就冇乜嘅關係嘅。其實也要順嘅，也要愛順，對人嚟講嘛係最重要一件事情。嗰個當時談到敬，我哋講敬愛主一件事情，又感覺到奇怪，我做乜客人會特別敬愛主？
当时我确实有安尼个问题啊。像你睇一道知識啲一道好，很樣嘅去問出來咯。哦，嗰度啲愛寫論文開始問出來啊，因為嗰時節安尼東西其實最早來講，我要第一發當然先問我旁邊嘅親戚朋友，最基本嘅都問我嘅媽媽、我嘅阿婆，哦啊。到今年可能唔第一發，今年如果再同人介紹，今年熟悉嘅人，譬如講個專門做媒人咧，係講體理先生，佢就有啲行李，或做個禮成咧，也就我哋去訪問嘅時間，當第一個哦，原來我哋客家人睇結婚嘅時間係冇有安尼想。咁你當初在做田野調查時，有冇講你係咪害怕轉行業去做媒人，係冇人清楚做嘛？有條迄老人家老伯妹吼，可能講，還是講你討價？我講，咁好省嘅，唔可以討價嘅咩？我哋做媒人都好，這個唔是冇人清楚。係啊，咁每一條東西，我要做乜嘅？啱係講，哦，第一我是想講，當然我完成我嘅論文。第二呢，我可以學習，哦，我本來學到嘅客家文化體我了解一條東西，以後我發現我原本嘅東西其實個淺，哦，冇那麼深。像你做完嘅田野調查以後，我想問一下講，因為像人家題目所來講係我哋6對客家婚姻嘛，嗬，你要研究嘅一啲範圍係6對嘛，咁你有發現到講6對嘅地方有乜個對嘅差異冇？基本上來講，6對以中心來講，像從事內埔嘅竹田慢慢一條，其實差異冇幾大。咁我因為講，聽我調查地方調查到講，差異最大係講啊味濃嘅片，味濃，尤其係佢嘅東西，器物上，基本上冇有無共樣，係樣無共樣咯。像味濃嘅片有一個特殊嘅，竟然冇有一個繡用樹骨繡，咩樹繡嘅八角嘅東西，八角嘅像用布嘅繡方來嘅，竟然講到按照八卦，看起來同人哋一般嘅嗰種皮鞋嗰種八卦無共，但是佢都像可以成妖咩？可以成妖冇啊！但是佢都嘢成咧啊，五角形、八角形，還是八角形？係八角形，啊，但係有柳樹，柳樹。係基本幾時係幾乜時用嘅咯？佢講啊，愛雕啊，睇嘅新房嘅，係新房攞杯嘅。嗰時就變成講，你這個發現到講，味濃一部分有一啲如果特別的一啲氣物體嘅造價嘅時候用啦，嗬。咁除了味濃以外，你這個話有發現到，因為你入邊有一啲編程嘅一啲研究嘛，都等於講，你這個有去特別做改變嘅部分，按照有三個無共樣嘅一種，算是觸覺冇到時期啦。你係咪同你觀眾朋友小解講講，係哪一時期冇到哪一觸覺咯？我喺時期睇婚嘅時間，一開始我係用30年作為一期啦。30年作為一期，因為按你婚嘅原因係講，按你二呢一胎吼，就阿爸阿妹胎同細年嘅胎，大概都25到30年，所以我都用30年份做一期。嗰時一3期，這個有發現有乜嘅無共樣嘅差別咯？啊，因為咧最無共樣嘅都係第2期到第3期啊，第3期都像我哋20-30歲好生嘅。哦，咁第2期嘅話，如果你阿爸阿妹嘅皮，大概一下50歲、60歲嘅皮，做乜嘅冇有安排無共樣，我因為講啊，係因為一個生活習慣嘅變化。你講，我哋咧阿爸阿妹嘅皮，佢係係算農業社會，啊轉到我哋一批嘅時間已經變啊工業社會，甚至講資訊化社會嘅。所以按呢東西睇西方嘅東西文化帶入來嘅時間，嗰度傳統嘅東西都漸嘅都淘汰，就講後生人想講個囉嗦個麻煩都唔會嘅。嗰種人家意思係咪講，我哋第1期同第2期其實唔單止講係農業社會啦，其實嗰時間嘅社會對外面嘅嗰種接觸都冇玩過，冇其他可以比較嘅東西。嗰時等於講我哋第1期同第2期嘅，第1期等於都把第1期安尼都順勢同接下來，但第2期到第3期嘅時候，唔單止我哋社會轉變，我哋嘛幾多外來嘅東西，變成講我哋可能會參考外來嘅一種風俗啦，外來嘅禮俗，把我哋第1期同第3期可能留下來嘅東西都慢慢嘅跌下嚟。因為跌下最多係乜東西？氣物嘅變化最大，係因為氣物同我哋平常生活習慣有關係，所以講氣物嘅話，喺第2期到第3期嘅時間，幾多模仿片嘅東西都已經冇起嚟。像講人講以前出來嘅時候，填尿桶，那一下大家有馬桶有便所，就唔會再填尿桶。冇實用嘅東西都會淘汰係。以前係啦，我發現也係一個最重要嘅東西。你講以前因為人家氣物可能各方面，
吼，无你像我哋无以前的安尼戏，比如我哋常常讲攀窗啦，我哋用楼角啦，这种东西以前我有，但是今日冇诶。可是今日变成讲，你攀窗哦。娘啊嘛留下来，好，譬如我们结婚的时候攀窗啊，但他要底下买个东西，但是已经冇窗的那些东西出现，咁可能我哋睇婚姻的过程地位，其实以保留会多么，为保留么？今家人结婚，还有因为完成经为主。有地位有，但是有地位要嫌讲无需要，因为主要结婚的係後生嘅，甲可能一點幾多送紅來。其實我覺得理想啊，吼，喺頭到我哋一開始就講到，喺一群人喺一段時間地位，慢慢的習慣變成一個理想。可是理想有時間唔係固定唔變嘅，而等段時間的轉變的時間，有幾多新的觀念，幾多新的想法要來的時間，而慢慢的轉變。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幫看一點的晚些可能冇看到東西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咧來賓應用同人講嘅嗰度，一開始去研究六對客家婚姻嘅一個故事。但是頭頭有頭客家人講，大家如果幫人看，唔可能有結過婚你都冇看過嘅東西，應用係乜東西啊？哦，有個東西呢，其實就係吼，你的貼，喺外地看雙方看好婚姻嘅時節嘅貼嚟。喺雙方咧，一個愛掏錢嘅日，吼，請個天地先生看好嘅日咧。天地先生要寫兩份，一份本吳家，一份本南方一片。我一片有啲吳家啦，你哋講，我今日看好一啲好日嘅以後，吼，我唔單止要同我哋主家講，我哋嘛同細妹講，我哋今日看你日嘅貼係，日嘅係日嘅用嘅情誼。咁一樣同人講一下講，上面睇唔睇寫乜東西啊？當我哋寫講啊，吼，一個。做婚姻係萬人咩？哦，加一個細仔細妹嘅個出生年月日，幾80啊，幾80，啊，還有咧，我哋先後嘅睇乜嘅時間，吼 Q 啦，吼跟以前東西都用 Q 啦來算，Q 啦乜嘅時間咧，哦，當時咧個天干地支係乜嘅，吼，加我哋會來討有一個陽氣嘅動作，係安尼。嗰時等於講路。要講天咧，就變成講一件事情，我哋客家人已經講天咧，嚇。聽你講，我哋嘛係合對兩個人嘅八字，先係一個最好嘅日咧。冇錯。嗰時等於講一件事情都變成唔單止配合嘅兩個人嘅八字來講嘅件，也為好日嘅以外，嘛係真實一同地一件事情都開始做嘅。但是還有講，譬如講我哋最少講我哋專門假時間，學專門假時間，後面嘛有乜個東西要幫我哋呢個唔放可能咯。專門假法吼，如果有南方一片呢個牆貼，哦，牆南方過來係咪？唔係南方牆五方，嗰片呢個阿爸咩，吼從人路從人外過來嘅一個牆貼。哦，嗰個牆貼點會寫得暗講哦，我覺得係寫菜單咧，我哋用乜個東西牆啊？譬如講一定要有阿婆肉啊，一定要乜個東西。冇。好。又係講細仔嗰片佢寫好，愛牆嘅五房嗰片咧裝批吼，最主要阿爸阿媽、爸爸媽媽過來，我哋南方本看一下嘅唔可以，其實聽我哋入邊加落以後過啊幾好。嗰時用一啲按真實的一啲方法來真實一牆我哋咧我哋咧細妹啊，爸爸媽媽嚇，還有也有親戚朋友，搶下來過來看，搶下來過來幫我哋搶。我嗰種其實可能有結過婚，可是你以前可能都冇看過我哋咧一啲東西嚇，唔講係現役嘅東西啦，冇得講人真實我專門假時間一個真實嘅牆貼嘅部分。咁從這個來講，我幫你其實我哋而家從會講到講，乜講到客家婚禮。唔因為講，我哋而家常常講，我哋派啲客家婚禮但是因為而家我哋嘛唔可能講，我哋做嘅乜長袍麻瓜啦，嗬，我哋而家還是最方便嘅路，還是以做婚嗰種拍紗啦，做嗰種西裝啦。但是有乜個東西留下來，唔因為講，我哋要把客家精神留下來，也算一個真實嘅客家婚禮嘅。像除了頭先講到嘅個敬愛主，吼，還有講人哋送阿婆肉，吼，還有講萬神，因為睇屬方咧一三方，吼，
迄应该可能讲可以代表我哋客家嘅精神嘅俗，甲戏剧方嘅话，像头前主持人讲到嘅唱同逻辑，因为呢虽然讲一下係用茶嚟做一個東西，但是可以同一個東西，比如講唱同邏輯地擺，有啲象徵性嘅一個意義，再用茶嚟做過去。至少講啊，一本後推底下講啊，哦，咁安尼客家還有安尼東西喺流傳，唔好記唔得講嘅文化一個演員係用嘅。因為頭先演員要同人哋講到講。唔管今家我哋嘅時間嘅轉變係樣啦，因為有時聽到時代嘅轉變，我哋嘅分離可能會越來越簡單。譬如講今家人幾多天分專門嘅結婚，口音都蠻好嘅，但是有幾多東西，從頭到我哋一樣有提倡講，我哋客家婚姻地步有幾多嘅特殊嘅，譬如講一開始嘅完成，然後我哋境外組。也部分還有我哋戲劇地方，譬如講我哋唱，我哋以前地講唱歸台嘛，但是我哋可以變成啲寫型嘅唱，然後用啲邏輯嚟做我哋，比如我哋咧5字啦、6字啦、冇到12字啊啲東西，至少把一道歸古老、歸傳統嘅東西留下來以後，唔講我哋做乜嘅，我哋而家如果當然冇做婚紗啊，亦都可能做個歸牆邊，佢外面寫一啲白飛啊、蜘蛛傘嘅東西，但是有安尼分離下來嘅時節。一路至少保有客家嘅精神、客家文化嘅地位。所以你這個研究到咁多嘅東西以後，你這個意味講，未來對你嚟講嘅話，唔係會想去研究用嘅客家文化。我想講，甲可以同南部嘅同北部嘅客家婚姻做個比較，係，都第一篇繼續來再審下下去可能是。因為人家都係啲客講我哋講各種嘅欣賞嘛，嗬。你這個有相當講呀，你這個研究嘅東西，讓佢變成一個可以利用嘅一種，我唔想講而係鄉土教材啦，因為其實而唔係啲鄉土教材，而真正都係啲民族嘅一個精神嘅教材。有乜嘅想法講，係咪幫人研究做一個好簡單嘅一個版本，一個版本冇得講，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說明，真是不係咪講我哋婚紗公司？我哋婚紗公司而喺邊拿到有一版咪，都可以講，我走上上面度，我都可以講我係客家嘅婚禮，有相關嘅方法。有，因為當時我哋寫係講啊，分3期嘛，嗬，那最主要其實我哋寫着重點喺傳統嘅客家婚禮。啊，其實講寫到後面嚟講，我自己揾意味講，睇一下一時下一個。後生愛結婚嘅時節，真是客家人唔想去做用客家嘅方式嚟話，會繁文縟節會貼到。咁安尼話咧，我哋就可以，人講因時制宜啊，來看下先講哪啲東西可以保留，可以轉變。啊，真是冇適合嘅，咁我哋就去淘汰嘅，變下嚟去安尼。其實嗰時拍冇有意義嘅啦，有意義變嘅都唔難叫嘅。其實真正都可以去做一啲。安尼個簡單嘅書，個簡單一啲說明書，因為其實對幾多嘅我哋而家嘅婚紗公司來講嘅話，伊希望我哋嘅婚禮辦得幾多人，譬如講我哋而家幾流行嘅原住民嘅一種婚禮啦，一些西島嘅婚禮啦、客家婚禮啦，但是有時因為我哋客家係屬於漢民族嘛，嗰所以有啲人都認為講客家婚禮同河洛人嘅婚禮都得按馬間到客家婚禮，馬間到河洛人嘅婚禮，可能都同我哋一般咧我哋以常會讀到嘅婚禮都係夾強下。我哋講過清楚嘅，也係一種具有商業一種想法嘅。商業化嘅想法。係，但是唔係講商業化唔係，商業化至少符合人家嘅成分。咁你這個嚟本來按到嘅一啲研究以後啊，你這個對於講，其實人家嘅時間都做下啲田野調查會容易嗎？其實做田野調查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情，因為唔可以去尋素材，要尋人來問。係講啊，像有啲地方唔係講個便宜咧，唔係一家新鮮事做一家戲啊，去訪問啊。唔記得問到最遠問到哪啊？最遠係問到新皮。咁怎麼問到幾多？嗰片係我哋樂隊其中一隊啊。係。咁係乜人強過熱門係熱門啊？嗰係魏媽媽。媽媽，唔幾時去問新皮係問乜嘅事情？同樣係問一個樂隊分手嘅事情。係樂隊分手嘅事情。但係如果你幾時去問嘅時間，你把所有你請伊把所有嘅異地嘅樂隊嘅嗰種分手全部講一遍出來，然後你即個嚟分析伊講嘅東西嘅內容。我去問佢嘅一個對象，其實佢
人讲爱讲应该很压缩的啦。但是佢对佢个分手嘅事情，佢了解唔係幾深，所以田野調查伊咧佢睇嘅點都講啊，我哋可以尋到伊啲人以後，尤其再去同人介紹其他對一方面更認識嘅人，或者同人引薦去同人介紹，我哋再去訪問。所以嘛多謝一隻阿叔，所以我哋有另外有兩個一個人，我哋可以去訪問佢安尼。我想問一下吼，即係你在做田野調查嘅時間，唔知個我認為講，我哋呢個風俗地區留嘅題蔓延嘅神通最多啊，係題媒婆還是係離神嘅上面嗰度啊？應該來講，睇做過每年嘅言情行留嘅嗰度，留嘅嗰度，因為而家啲貴嘅嗰種結婚咧，貴嘅流程係，佢啲一開始當然完成都冇啦，但是啲工程開始啦，一直到請人，所有迄兩家有向下參與到嘅事情，媒婆都要喺中間，佢喺個中間人。但是問題係唔見家去訪問到嘅時間，你發現到見家留下來嘅媒婆還會嗰個度。留下來嘅媒婆其實愛訪問嘅時間還有，但是對我哋來講，一啲媒婆算一種文化財。但是近年隨到一個年紀越來越大，我訪問到最大些一下可能已經要95歲。但是今年嘅東西，因為今年冇記錄下來，完全係比我睇今年攞緊啲啩。嚟講簽嘅今年都會喺冇睇以後咧，剛才講對人哋客家嘅風俗文化嘅東西都係一種都幾可惜啦。都等於講。嗰種冇去摸語言化，而媽唔知要用乜個方法去同朋友講，即個冇辦法記錄下來，冇辦法即個寫下來。但是好彩因為有人記錄，嗰時候一啲東西可以對入邊腦筋地步，慢慢地變成咗文字字啊可以流傳下，基本後來人可以參考，可以比較時間，有一啲根據可以做一件事情。其實我哋啲風俗對我哋來講，我哋可能會認為講係件冇咁貴重要事情，但是你後來想過以後，你都發現到當初做很多事情，其實係慢慢地同講，唔可以是轉變人身份嘅。佢明年好彩我哋應用去做很多事情，幫我哋以前6對客家婚姻做一啲記錄，然後係記錄也要轉變。佢明剛才應用落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6對客家婚姻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在欣賞來運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欣賞嘅教嘅大家係親子律動，我能請大朋友小朋友放起來同我哋做好運動哦。一邊係阿훈小朋友、阿忠小朋友，今日來做示範，我能請大家放起來哦。好，來開始來讓步。運動之前來做一點暖身哦。好，把我們身體熱起來哦。阿叔不用緊條，合上來，大口來。好，所以呢，常常步步也可以做下運動哦。可以改善你的步步，夾嘅開始來，大口來，啲後背啦。好，前面撈，前面讓步彎邊，腳牙放來，
腳尖、偏腳、搞彎腳。好，數自然擺動。好，狗，新娘狗。好，男夫，嚟搞動作嘅哦。and 踏，並，踏，並。彎片兩個踏並踏並彎片，好，數來重點，加上數哦，數打口來，拍空來，打口來，拍空來，彎片。斜的，斜上，好，夾空來踏並來，1、2、3、4彎片，數來打出咯。夾嘅開始快到，加上5個跳。往旁邊 and 後，跳兩個再彎片，1、2、3、4，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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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呀嘛？很鬆了喲。好，過來重點。多練習幾次，一定會成功的哦。好，聽音動作，單手握拳，單手咕咕雞，大捶踢，大捶踢，扭屁股，大捶踢。記得握拳要有力咯，打捶也是要有力咯。好，彎片來，準備好了，開始來，大捶踢，大捶踢，好，夾嘅開始，也動作來複習一下，來，兩個。彎片，好，男仆，好，第三個動作，來後勾腳，後勾腳，腳啲後背腳空來，啲後背腳，好，加上5個數。啊，做四哦，1、2、3、4，四條南模，好，你嘅數提前條南空衝四條南，好，1、2、3、4，四條，再一擺，1、2、3、4，四條，好乖呀，好，可以。跳起，好，最美意的動作，怎樣看呢？步下來，打口來，跳空來，好，擺 pose。啊，又係最美嘅 ending pose。好，再從地下來，從頭開始咯。動作仲好乖呀，然後夾空落嚟哦。我來練順咯，剛剛騰鬆的唔怕，慢慢的踢，休息一下再來開始唔怕。
踏并准备，5、6、7、8。单手咕咕鸡，打出去，弯，再100，弯片，后勾脚咕咕鸡，这条毛，这条那毛，再一个，这条毛。好，转了两看呢哦，转了两看呢，鼓好了，跳 pose 停。啊，好玩呀吗？啊，来拉一下筋哈，来，尽量哦，打车咯。所以你呢，可是。冇办法做的红色唔怕吼，慢慢的绑，来弯片，再下去，杆条来往下压，慢慢的弯片。另外的杆条来，好，慢慢的放起来，还能可以训练人的心肺功能，促进新陈代谢之外，马上训练人的肌耐力哦。好，记得了哦，那从踢的动作开始哦，很松哦，准踢开。4来，踏并，单手咕咕鸡来，送出去，弯片。咕咕鸡后勾脚，这条那么，这条那么，这条么，转了两看呢，转一个两看呢，鼓好了，跳 pose 停，好，很棒哦，做到的哦，嘿嘿，嘿嘿。准备开始来踏并，踏并，单手咕咕鸡哦，咕咕鸡打出去，弯片打出去。后勾脚咕咕鸡，后勾脚，这条毛，这条那毛洗下来，真的呀，看那鼓跳 pose， 再摆嘞，摆嘞哦，最帅的哦，最美的哦，你3。好，这个摆哦，最帅最美是，好，做对吗？这个 pose， 好，嘿嘿，好，跳嘿，嘿嘿，好，小朋友来，今日的运动好玩嘛？好玩呀哈！俺们好好运动，下班能来了。